妈讲，马路口灯也不扛嘛？啊，知道的啊，不過而家考公司嗰條重一片數嘅呢。你要認真做功課，加油哦！好啊，唔過我功課都準備好嘅哦。啊？我那唔錯嘅啦，做一个食补料理哈，洋葱烧子排，睇起來當嗰件嘅感覺呢？太菜太菜，哦，很強哦，哦，凍青啊，哦，唔要好生用嘛？阿麗姐姐，我係土嘅呢。又唔會食材，又冇方向感，還又唔會煮菜。嗰時候我老公就講我好命婆好命太啊。歡迎收看平安來煮一餐，我係阿麗。今晡日我愛上線的業餘朋友啊，佢到廣告、戲劇還有卡通動畫地度就有出現咯。佢係一位當厲害嘅配音員，一下我就來到佢連線。嘿 ，Hello， 米小豬。嗨，阿麗姐姐，你喊叫好冇？我頭腦一旦精我們讀書考試，打鐵也模擬你的。我數腳情有理，我夜出上早講好大言。哎呦哎呦，唔係記得你有強下配咧卡通影片的人嘛？哦，拜託，個松下女公都有名嘅櫻桃小丸子。哎呀，他們講馬路口有都也不卡，媽認真讀書嘛？認真讀書，我哋要教下嘢，聽音樂，看人工嘅書，教咩誒？哈？馬路口唔係講我去他媽講冇卡，好好讀書誒，做乜該同佢講呢？結結做人誒！馬路哥，自家嘅媽媽，自家交代哦，我先落去了。很生氣啊！哈，就會配卡通影片啊，就當好搞，就會給卡通人物夾個角色啦，全部就當跳，哦，他冇像現實嘅人那樣哈。唔講我老唔講我配音嘅時節啦，我當朝要讀到個問題就會，我會後裂痛。後連頭就會痛，會寒到身體會唔集正。因為唔一下有當到嘅事，全部就係配音咩，全部就會靠後連頭食飯。後連當初嘢話，一下已經生嚟食半年嘅後連頭會顧好啦。好啊，你今晡日哈就來做一個食補料理哈，我想講我來讓設計一個洋蔥燒子排。聽起來當嗰件嘅感覺呢？你平常有煮菜嘛？你問到同學，問到關鍵嘅重點。我之前有想過做個賢妻良母，我老公爭來個幾禮拜，我要當日早晨咯。你這樣就好煮東西俾食，轉了我沒有煮飯哦。結果煮到有一年，我老公就講：姑娘啊，唔是按辛苦，真嘅冇相干。你煮到當好，唔過今日實在太鹹咧，跟肉要切走咧。販賣唔是個煮，愛來就好，拜託唔是個業做下，從此獲得豁免權。哎呦，等好，又係乜個角色？阿麗姐姐，我係寫圖嘅。寫圖嘅。阿麗姐姐，聽講叫冇你嚟菜當歌叫喎。哎呀，唔要好生用嘛。阿麗姐姐，
我係土味呢。裝的生肉吼，阮哋迄看到人後關還有一隻，唔係土的，係貓的，佢都嘅食面。豆面先喵喵個喵唔會停呢。唔過唔好，我真係知道吼，按屁音啊，當神通啊，我係用嚟去訓練自家嘅聲音表情。哦，比如講，就要觀察其他人係用嘅講法。我頭擺貼做世界就會打電話去鬧我同事，你啲電話接去啊，我就會講您已經進入0922。就係教上面唔錯嘅，就自家訓練啦，嗬。我呀哈嗬，先攞排骨先燙一下。攞個血水燙它，血水先燙它下，好，再過來呢，切太葱頭，呀太葱頭吼，我切幾隻嘅，係，切幾隻嘅，然後個切一啲咧，姜麻，呀要去乜嘅角色啊？哎，一講係咩啲烏用啊？烏熊好食乜嘅？當然係生肉啊！嘿，阿娘做得咯，根本應該就豬肉。人個洋葱紙牌地度，係冇有乜嘅好食嘅呀？有姜麻、葱誒，也先來爆香。啲按到嘅角色啦，嘅上線咧跳動演吼，有啲位係咪一出去一上演就會披幾啊種音。像個櫻桃小丸子，哦，佢都冇限呢。愛做他媽嘅媽媽，永澤、藤木、山田，還有路人甲乙丙丁。唔過真嘅入片嘛，對於咧節目來講，就卡通影片來講，真係當重要。因為上聲嘅嚟好看嘅節目，一隻卡通啊。唔係講佢片吼，片都當上通哦，就不當上面看，炒一下，也係太菜哦，也係太菜嘛。人家片天亮夾啊煮，我也片細細啲生無見樣樣唔會停啊，當面線啊，當等一下啊，也調味咧，我調味，用頭油。米酒、冰糖，用到冰糖。像我用以前期間啊，嘅啲人嘅工作還做得做嘛，還有辦法好做嘛。我同講，也吼有些好做咩少，無些好做咩少。有些好做，你想講啊，總算唔是個生來嘅。啊，唔過你就會想講，咁多到用嘅出去呢？係啊。坐公車坐車遠，你要行到位先啊。係啊。咁就過不上就會視察去，因為我冇乜嘅咁視察嘅，尤其去台北我路痴，你我冇去過，我又唔曉得停車。我就講，本來一隻超好停嘅停車位，安尼擼落去就好誒。位嘅老佢停到好勢哦，安尼擼落去就做得咧，結果咧，佢擼誒我10分鐘擼唔落去吧，喊大送停咗暗號停嘅位嘅本機，結果踩行喺大家庭咧，恁哋行喺停到個隔嘅我背嘅嘛。又唔會視察，又冇方向感，還又唔會煮菜。嗰時候我老公就講我好命婆好命太啊，就留嘅咩嘅強樣。我說就好咧，沒有，我講我有你啊。好，咁樣哈，本廿肉時間，本記一些嘅時間。好，佢哋係冇問題。要注意哦，有人冇去按門鈴哦，冇去送菜本哦。唔看，也片菜，我煮嘅係唔係當好食嘅樣嘅咧？唔看，
有葱头，有纸牌，有葱的，还有辣椒的天香哦。首先看到嘅係葱頭。哦，當真啊！哦，呀，葱頭食起來有些神啊嘅感覺哦，切唔過要感受到做嘅人嘅用心。有小當家上身的感覺。有，煮到好食。接下來我雙重嘅壓力線數就係紙牌。哦，很香哦！你有冇按過煮呢？當嘅太重頭，按用米絲就有層次啊，哦，嘅口感有層次。好好吃啊！哦，當反應有家己也出出來啦，吼，希望吼做得有增加人嘅抵抗力，然後做得冇按接感冒。個批含那度嘅卡通嘅影，然後俾你嘅小朋友會看好看嘅卡通影片。我知道，也係一個當戰鬥當備胎嘅工作，哦，要做配音員，真係當備胎。唔錯，韓國人客家嘅配音員係本日本呢，宮崎駿家嘅童話團吹到認可嘅上古所客家當真。係啊，唔要當真，繼續加油。你就先下線了。OK， 張磊了。媽媽，張磊了。哦，非常的歡喜，明英為隔音愛也出彩，下一集要唱慢語來連線的聽錯的收看，愛到下一集的節目哦，再會。高雄綠隊300紀念音樂會，特別邀請文龍先生，此次加強綠隊音樂元素。